哎，你好，你好，你敢有本数爱我收？唔是啦，啊，我若感觉今仔日咱的主题无啥共款哦。哎，咱的主题是你会使为着你的故乡做啥物代志？我为靠贡献哦系啊，我伫扣本数，你咧？我食控肉饭啊！你唔知我的故乡在倒位无？中华，对啊。中华有控肉饭尔嘛，无啥物名？哦，你讲话较细腻。不，我的意思是有足侪搁较好的物件，你会使做的贡献。嘿，啊，啥物讲搁较好的？在我心目中，伊就是上好的。是哦，控肉饭代言人，哎呦喂，哎呦哟，哦，有当时啊，你无法度再接转去你的故乡啊。迄个时阵，我就会食一块控肉来思念我的故乡。啊，你好好讲，你一讲话卖喷，我讲无，你个喷，你个肉这色。袂喷，这叫食好斗相报。是啦，好啦，咱的主题我拄仔有讲，是你家己有啥物专长？专长第一名安怎讲？专长。专长，啥物专长会使回馈贡献你的故乡啦？我的专长就是呢，甲我的故乡的好食，甲大家介绍。好，我知。啊，我来介绍一下哦。我介绍，因为我上高扣本数，我唔哪家己就高扣，我嘛会使号召大家来搞我这活泼可爱、个水的大使来家己清理咱的海花。哦。嘿，这是贡献。对。对。这马上就伟大。是啦。啊，今日来宾歹请。来吃，大家拢无贡献咯。是啦。来宾到底是来宾啦是上高西沙的水虎。水虎哎呦，水虎我想要甲念一个吼。念一是我咧爱讲的。我嘛爱讲。你讲你足够西沙哦。系啊。你拜托的。什么状况啦？安那？迄讲我服装师吼，伊讲吼，你若要啉红酒吼，做你啉，你喷着拢无要紧哦，因为有看水壶伊会带影片，迄个底影片，伊讲伊有教你讲，你爱安怎甲迄个红酒洗起来。我讲安尼哦，我做甲滴落，啊我伊叫我烫落来，你毋是教讲爱用啥物？酒精啊，讲啥物？啊，还有毛巾。对嘛，啊安那？啊，就拿喷拿吸，对，啊拿打咧，啊就豆豆会消气安尼。啊，结果诶，伊打2分外钟哦，佫红红呢。拢打袂起来，伊叫你甲衫脱落来，啊打你的身躯。对，唔是打我的身躯啦。哦，唔是哦。衫脱落来。哦，打衫啦，打衫。我2分钟无反应。拢无起来呢。哎，后悔我甲你讲，直接教我就好啊。这可能是操作的失误。安尼吼，嘿，教我就好啊。嘿。哦好，伊人伫遐念伊甲讲。叫伊给我出来。我加回去咧。对。好啦，啊，今仔日呢，咱的主题足特别，导览先生嘛，足古锥，嘛有足侪趣味的故事哦，交互邝莎来介绍。是啦，今仔日呢，阮两位老师呢，一个是用伊的话费咧过人生，一个是用伊的歌声咧拼这个舞台，所以今仔日两位导览先生拢来到阮现场啊！来欢迎阮的第一位导览先生姚明老师。哇，够刺激的，深入。伊是为阮搭客宜兰的搭客来，啊，你看伊的衫，噔，这是因阿嬷画的哦。因阿嬷今年几岁？甲因讲。阮阿嬷今年99岁。你看，99岁，所以啊，伊当初是因为因妈妈一通电话就讲啊，这姚明啊，你着转来这社区，甲阿公阿嬷画图好无？因为伊平常时是艺术家嘛，咧教画图的艺术家嘿，所以就转去社区开始甲阿公阿嬷画图。所以啊，伊即马有真侪阿公阿嬷的图，拢变成商品，开始咧卖啊，所以文创的感觉。嘿，无错。而且呢，我就想要问老师是，老师会晓教，还是阿嬷佮阿公有天分咧？等下就互老师来好好甲大家介绍，请坐。好，刷落来这位呢是阮高雄的基山，大家应该拢有去过。高雄基山呢有金蕉，所以啊，伊是一个台青椒的乐团团长老王。来，老王啊，老王，你好，老王的人生
真正足无用的。听讲你透早的时阵爱种金蕉，是无毋对。啊，下暗的时阵搁爱唱歌互大家听。嘿，嘛是当唱歌互家己听。嘿，啊，中搁有咧创啥无？中爱搁开店啊，啊，搁导览啊，搁有一寡社区的代志。趁真侪钱安尼啦，所以今仔日咧，就是甲伊的金蕉、甲鸡山啊，拢有真侪有趣味的代志，搁歌声带拢要来带互大家听哦，请坐。谢欢迎。所以今仔日咱老王啊，要来介绍咱岐山的金蕉。是。是你要介绍金蕉，还是你要介绍金蕉？哦，你，因为我的衫顶管有有金有蕉。那有迄个阿嬷的衫顶管是金蕉，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迄当阵吼，阮介绍变种红叶，互阿公阿嬷知。嘿嘿嘿。中红变种红叶，啊，尼菲亚，哦，规身躯拢是金蕉迄个服对装。。所以今仔日拄好，就是金蕉的主题。哇，所以你会甲即个国际的新闻甲阿公阿嬷分享。嘿，无毋对，阿公阿嬷伊听到这个新闻，伊是啥物做啥物感想？因拄开始吼是讲迄个变种红叶应该是查甫也是查某，因看无，嘿。啊因感觉红叶比查某搁较水。哦，真的呢。阿嬷99岁有法度画这个真的就图厉，害对哦。，伊足厉害的。所以阿嬷较早伊嘛是画家。无，咱遐的阿嬷呢，较早拢是无读过册，嘛无摕过画笔的。所以因感觉笔吼一开始比猪头搁较重。哦，因为无摕过。我习惯啦，唔知咩摕安尼。是。所以你较早你是伫咧做咧画图的老师就对啊。一开始也袂伫教阿公阿嬷，是教小朋友。小朋友，伫咧外县市，嘿，对。啊，到尾也叫妈妈苦顿。嘿，啊，迄时阵你有感觉足无无想要做这件代志？迄当阵就想讲，哦，阿公阿嬷应该甲囡仔差不多啊吧。哎，没想歹教。哦，老人囡仔性啦，嘿嘿，安教起来差不多。哦，真正是安尼感觉吗？结果其实无啥共呢，因为阿嬷因的目睭吼无好，啊手吼嘛会颤，拉喘呢。所以因嘛无读过册嘛，所以因对家己无自信。你看阿嬷这个作品，真正那艺术家咧。足高水呢。伊这是画金蕉，你真正种金蕉，啊，咱无约好呢。你敢无约好？嘿啊无约是安那斗甲遮麻是安那？今日第一摆见面尔。哦，啊，你哪会爱搁种金蕉，爱搁唱歌咧，那才无用，啊，搁导览。系啊，啊无就爱种金蕉较有气力啦。啊，种金蕉种久吼，就爱唱歌安尼较会爽快。所以你种金蕉算第几代啊？我是第一代哦。第一代。嘿，但是岐山的金蕉应该种都100外冬啊吧？啊，几若代吼，迄种几若代的少年的拢无爱种。哦。足辛苦啦，咱金蕉足大粒嘛吼，啊你爱搁耕的啊吼，啊搁爱搁错啦吼，啊袂使用啥物机械咧收无度啊，拢生无共款的模样。为啥你爱做？其实疫情前的阮就拢咧做啊，嘿嘿，啊疫情的迄时阵其实是金蕉是上安全的所在，嘿，啊那因为无人。无人嘿，啊但是有足侪观众，迄金蕉你啊放线的时阵，迄叶啊就安尼摇的，拢是唱歌的观众啊。恐怖。所以你已经种金蕉种10几冬啊？是。哦，其实较早种金蕉是好野人啊，啊毋过咱最近哦，就是咱近代就较无嘛，因为咱做农的就较辛苦嘛，是，嘿啊有时啊搁爱看天食饭啊，所以其实较侪少年的无爱回来，啊咱是讲回来会当接吼，啊有无共款的发展，嘿像金蕉会当发展足侪物件，咱就毋是打金蕉尔，咱嘛毋是打农业，就有趣味，安尼。所以我感觉吼，伊毋是要种金蕉，嘛是因为伊爱唱歌，伊是想要互大家看到伊的故乡，即个土地好，是毋是？安尼无今仔要先来种金蕉晓？先去打 K 好无？先来打 K 啦，嘿啦，较紧来啦，打 K 先。来画图，来，欢迎姚明。这
图呢，伊用布搭的，因为阿公阿嬷的迄个目睭吼已经无好啊。我跟你讲，耗子哥目睭嘛无好。我是想讲，伊这高高教室，我要想要甲看较你莫遮敏感好不好？这两个看得出来是啥？对，无唔对？哇，我互你一个，我这无用的呢吼。无用对啊，这是画我阿嬷传这张互我的时阵，我就感觉足感动。你那目睭红红，淡沙淡。哎呦，哦，足感动。请来打开。嘿啦，他给来啦，打开来围读，来，欢迎姚明。大家好，我是打客阿公阿嬷的画图老师姚明，今仔日要带大家来打客佚佗哦。来去打开咯。来，讲到打客，恁会想到啥呢？温泉。温泉。温泉。对，但是除了温泉呢，咱打客阁有足侪趣味的故事哦。来，这幅图呢是这个阿嬷，伊叫做淑芳，今年伊已经85岁啊。啊，伊的图呢，用画无稀奇嘛，伊用啥呢？伊用布搭的。阿嬷伊做这个图呢，是伫讲啥呢？因为较早呢，伊住伫宜兰的罗东，啊，假日的时阵呢，伊的爸爸呢，就会带因规家伙啊，坐迄火车，即台吼，毋是普通的火车哦。你有看到遮有啥？会庆烟哦，迄是火云仔车。火云啊！火云仔车，嘿对，坐着火云仔车呢，来到大溪，啊来到大溪要创啥呢？后一张，来到大溪啊，这个火车头遮，伊的对面呢，就有一间旧宿舍的迄个旅社，叫做路园。这嘛是布做的。对，这是布做的哦。啊，这个路园呢，这个旅社呢，旧宿舍的阿嬷呢。伊的记忆中吼，这个路园旅社内底有足侪插树啊，阁有松啊，阁有迄个竹菇啊，因伫内底吼会伫遐浸温泉。啊，即马呢，这个路园旅社已经无去啊。所以后一张。所以呢，咱就带大家的小朋友，也是来遮的观光客啊，会当透过阿嬷因的记忆吼，来大家细细找遮找无的记忆。来，后一张。好，阿嬷阁会分享伊相片古早时的相片哦。这是伊较早吼开海产搭，这个阿嬷是叫做瓦米啊。这因兜开的海产搭。这因兜开的海产搭。哦，所以伊拄则伊迄幅图就是因兜海产搭。对哦，嘛是用布做的哦。啊，是讲你教伊应该是用画笔对无？啊，伊哪会家己想到讲用迄个布来画图？因为咱头一位迄个淑芳阿嬷，伊足够用布去做图的，所以我就甲阿嬷讲，阿嬷也是即摆吼，互你做老师，来教其他同学。哦，是安尼。那是叫拼布是毋是？叫贴布，用黏的，咱是用糊的。我上高的。因为阿公阿嬷的迄个目睭吼已经无好啊。我跟你讲，耗子哥目睭嘛无好。我是想讲，伊这高高教室，我要想要甲看较。歹势歹拿。欣赏啦，欣赏啦。你莫遮敏感好不好？除了带大家踅大溪以外呢，咱嘛有阿嬷吼，直接用这个图来讲伊的故事哦。哦，开始起行哦，来。哇！用语为用手语为。来，佫一声讲啥？大溪到咯，大溪到咯。大溪旅客，请恁准备落车。这个就是大溪火车头。大溪火车站是即摆话吼，应该阮讲。来到大溪呢，大溪到咯，大溪到咯。所以呢，咱就会看到这粒圆圆尖尖的山。这粒山呢，伊叫做苦仔山。苦啊！恁想讲是啥物意思？苦啊！苦仔山。苦啊是苦啊。苦啊，苦仔山。苦啊！苦头的苦。
壳头，哦，壳头尖尖，木条安尼壳头啦的壳，壳啊山，尖就是因为咱搭客平平嘛，伊就是顶悬一个尖尖的物件，所以叫做壳啊山。啊，这粒山呢有啥物稀奇的呢？搭客呢有足侪俗语呢是甲这粒山有关系哦。譬如讲，壳啊山，西无电倒地。西无，乌西无，乌西无颠倒地。哦，对呢。对呢，啥物？你讲，我想讲什么？射无，我说射几波，射无是要射去台安尼。你讲继续嘿，啊，你感觉是啥物意思？就是吼，迄无啊，甲倒过来安尼啊。安那代表啥物？代表啥物？后摆若是红酒捌着即个布吼，部分吼，交我就好啊。这甲红酒无关系。揭晓答案哦。靠啊山西无颠倒地的意思呢，是一句歹话啦，无好听的话，是讲这个靠啊山呢，伊的形体呢，感觉迄个西无乌西无颠倒地，啊，恁搭客吼，袂出啥物牛人吼，无啥物有才情的人啦。那系安尼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条山呢，伊伫日本时代吼，佫互人号做搭客的富士山，搭客的富士山。嘿，啊，今仔日我有炸迄个，咱用这粒山呢做的迄个阿公阿嬷的作品哦，互甲恁分享。哇，来，恁感觉这是啥？这个是啥看得出来吗？安尼吗？那是山哦。要甲滴咧面的吼。是不是？因为靠啊山西无颠倒地啊，颠倒地，所以我安尼颠倒地，你要颠倒地吗？颠倒地，真的到底是忍者龟呢？唔是因为吼，迄小朋友咧食物件的时阵，啊会滴着红酒嘛。对嘿啦，啊小朋友食物件滴着红酒，嘿。你要较凹入去，安尼才会有只安尼流出来安尼啦。嘿嘿嘿，安尼较袂垃圾。较袂垃圾掉啦。对。啊，顶头你有看到有一物甲真济用纸夹出来的形体无？有看到无？形体这。迄就是咱甲阿公阿嬷分享迄个靠山顶头有啥物物件，譬如讲有官网，你就加官网的形。哦，芒草，嘿有蕨类，就加蕨类的形。哦，啊，有石头，有石头的形。还有树叶呢，伫咧顶啊，你看到一个芳开无？啊，除了靠山以外呢，咱宜兰的阿嬷呢，伊足够做物件，食的物件，这两个恁看会出来是啥无？担杆。担杆、哦，鱼子，乌鱼子，有淡薄仔共哦，拢是用盐生的物件。会知。菜脯，毋是菜脯，金做，是金做哎，哦。豆乳。对，无毋对，豆乳。哇，我互你一个，哇，礼物，我做无用的呢吼。可以呢。嘿啊，所以那会安尼做无用嘿。啊，安尼阿公阿嬷看无我会想我呢。过去。咱宜兰的阿嬷呢，因足够做这个，咱宜兰叫做豆子。豆子。嘿对，每一年吼7、8月的时阵吼，你会伫宜兰的路边，拢会看到这竹竿啊，还是台啊，顶头一块一块白白迄个豆腐。这就是阿公阿嬷开始在做豆粒的时间。为什么是这个时阵呢？因为咱宜兰够雨水嘛，所以呢，因要做，就趁一年迄个日头通美的时阵，甲遮的物件先做起来。啊，这个呢，有一个伊几岁？这个99岁。赞，就是你阿就是嬷。这个，是咧红色的。就是阮阿嬷，伊就穿这领，伊叫做可爱。啊，伊足够做豆子的哦。所以呢，我细汉的时阵啊，无食过外口买的豆子。后一张，过来，哇，这3项，恁敢看有？蝶孙啊，你算竹笋，姜，够咧，啊，还有一个，搁一个，那是长啊吗？啊，毋是不是葱啊，韭菜。对，咱这3项是麻竹笋、紫姜，啊，搁韭菜花。哇，啊，这3项是啥物意思？啊，好食的意思。好食的意思是咱每一年呢，到中原普渡的时阵呐，阿公阿嬷呢，伊会拜这3项哦，就是咱宜兰特殊的
一个3项物件叫做甘露水。哦，伊就是讲吼，迄好兄弟啊，毋是脑后才有火嘛，互火烧啊。啊，这3项食落，迄个火都无去啊。哦，这3项拢是退火的。退火，啊，搁正着时，就是对。甘露水。所以呢，你若是后摆来到咱宜兰啊，是中原普渡的时阵吼，你爱详细看哦，迄阿嬷的桌顶吼，一定有这3项吼。好，我就介绍到这，欢迎大家来打卡佚佗。叫高对耶。想要问讲吼，拄则迄阿嬷伊咧倒咱嘛，啊，搁伊画迄幅图的时阵，咧讲伊细汉的时阵，啊，伊咧甲你分享的时阵，伊迄个时阵的表情是生做安怎？一定是最有成就感的啊。嘿，啊，有变成伊少年时阵的模样无？敢若少女安尼？少女有哦，嘿，迄面哦红红哦，抹迄个口红哦。啊，伊感觉讲，譬如讲，即个阿嬷是倒一个阿嬷，伊画一幅图，你感觉足感动的。因为足济，我都介绍一幅图，这是迄个阿嬷叫做，这个阿嬷叫做阿蕊，啊，伊教我足好诶，伊今年吼嘛是97岁啊。哇！阿嬷97岁啊，啊伊差不多2年前啊，无小心伫厝诶吼，爬楼梯滑倒。啊，只骨头断去，啊，结果咱头一句滑倒，毋是会讲啊，我脚足疼，我脚足疼，伊毋是哦，伊安尼咚咚咚安尼讲，啊，我明仔载安尼是要安怎去读册，要安怎去画图。哦，心内敢若想着要去画图呢。啊，结果呢，伊伫福建的时阵啊，因为伊袂使来上课嘛，伊开刀，伊拢会对着咱大家迄个。每一礼拜画啥物图，伊拢会甲我问，啊问完了啊，伊会画图，啊甲大家分享伊伫厝的家己画。啊，即幅图呢是伊送互我的，这是画我，敢有成？有成诶，真正有想要画有成。所以呢，阿嬷传即张互我的时阵，我就感觉足感动的。所以你咧教因咧画图，中间等于讲伊。生命当中加足侪阿嬷，是啊，足侪阿公，足侪阿嬷，感觉是有欣喜的。对啊，伊家己当作是老师，但是到尾也变做是家己的孙啊，安尼咧听，安尼咧思念。啊，你那目睭红红，淡薄仔哎呦，哦，足感动，足有感情的人。紧嘞，好啦好啦，金蕉啦，来老王的金蕉零星来啊！哦，来。咱讲招龙，透早忙练，暗时啊忙练，哪有遮好的代志？啊暗时啊忙啥物练？你知影？开米令的，所以拢忙米令。哦，即个灯了袂歹。金蕉皮其实，咱若加牛奶吼，有即个蚵仔的气味，这会活化咱的迄个脑部啊，因为伊内底有迄个酵素会促进血激素的分泌。做我2罐，都有帮助。阮嘛会办一寡音乐节，吼，会当招大家来岐山佚佗。来老王的金蕉零星来啊！哦，来。大家好，我是大青椒的老王，相公庄脚无人才，金蕉树脚出乐团呐。哎呦，今日要来带大家来到岐山佚佗。讲到岐山的，大家一定会先想到，对无？老家是，无唔对，所以这有老家老厝，啊，搁有咧。阿嬷，啊，老王啊，对，哎对啊，所以来到岐山就来找我啦。哦，阮咧其实有1点半钟的时间，就当来做岐山的好好倒咱，哦来行岐山的街路啦，吼，有几啊条无共款的街路，其实拢是老街哦。哦，来个出来，哦，啊那老街吼，
无人当袂使呢。啊，毋过你嘛袂使来看迄观光客收济吼，嘛大家看到遐个人客尔，无看到咱其实咱有这缘投的人，吼，咱的老师傅拢伫这个街区内底，譬如讲这吼，这阮地方的这个拍铁啊师傅，吼，伊就咧专门咧拍铁啊的吼，所以就咱来体验，来做一个拍铁啊的这个体验，哦，拍一个你的吊饰，吼，拍一个彩信刀，吼，甲你过磨过。哦，你就会当来感受。啊，其实老师傅毋是专门去拍这个，啊，毋过吼，因为咱招龙甲师傅的配合，吼，所以伊这功夫吼，咱就会当互大家做伙来体验。吼，好，搁说来。哦。所以咧，我就是因为安尼甲师傅甲遮个时代吼结缘，所以老的产业较有老家较有迄个灵魂，吼，迄个魂魄较有伫的。哦，无你的老厝都无效啊，你得要有老的魂魄，所以阮就出版吼。这个专门店，吼，这个册吼，要来大家介绍，所以第一本册吼，你就要行基山，吼，来踅老店，吼，来感受。所以这本册是你写？我写，我本人。啊，你搁种香蕉，啊，搁唱歌，搁做导览，你还搁写册？系啊，无大，这就是尻川硬咧嘛，是爱甲出版出来。无老师。斜杠。你足无用呢。啊，其实咱基山有这侪老的产业，阮有四大天王。所以基山吼，咱有无共款的生活的感受。譬如讲，咱基山人看电影，你知影？看电影要配什么？爆米香。哦，爆米香迄是阿多啊咧做的嘛，阿多咧食的。阿多就食爆米香。咱咧金蕉王国，咱咧看电影头前吼，较早有一搭叫做东瓜村。哦，当归啊，当归茶，而且伊讲啊，迄时代甲我分享哦，这想要甲复刻版的，讲哦，用迄本能的花，落去做个当归茶，啊有特别的香味。所以这就是咱基山四大天王，有鸡仔冰城、当归村，啊，搁有米粉凉，啊，过来就是金蕉店，拢是。你想要食倒一个？今仔日还是啥物拢无啦，啥物拢无。无要紧，等者较食开淡薄啊，等者看卖会材质变出来袂？好，啊，搁帅啦，吼，啊，所以来到基山无共款的生活吼，咱就爱看较远的。其实基山这个所在有山嘛，对无？吼，你有看无？吼，像咧基尾安尼，一只基安尼，长尾，吼，这就是基尾山。基尾山，因为迄粒山敢若基啊，安尼，像迄正基安尼，淡薄咧撇的，对，所以恁才叫基山。是，吼啊，较早迄清朝嘛是开阳八景，基尾秋苏，吼，迄原住民伫咧拍力，吼，头前迄花鹿伫咧走啊，后壁伫咧喐，哦，啊，这个画面啊，拄好后壁一粒山，吼，非常的凄美，哦。迄个感觉就是咱基山人的无共款的记忆啦。哦，嘿，啊，但是你知影这金蕉园内底吼，那你也是行这基尾山，你就会当行去玉山，哦，啊，毋过爱行20几工啦，啊，毋知会到咧。因为阮这是介绍20几工，阮这是玉山山脉余脉啊。哦，所以你也 Google 一下，你就知嘟，其实有人有做过，哦，真正会当行去玉山的哦，啊，搁较帅吼。搁说，咱若金钟内底，底下有啪里摔拍的人吼，这就是招龙。来，要一个招龙要穿什么货？西装。招龙穿西装，你是对啊？穿西装啊？迄热咧。因为招龙伊讲趁真侪钱啊。因拢穿吊架啊，我会记拢穿吊架。哦，其实招龙的这个中庸哦，这是较摔拍的装潢啊。哦，啊，咱不过这个。脚是爱穿正皮鞋啊，所以就是人皮、正人皮啊。哦，好穿的。啊，若是配这个吼，你看这一支有无？吼，迄个金蕉刀吼，你也看着挂一支金蕉刀吼，迄就是招龙。哦，啊，这就是阮的乐团吼，阮咧做招龙的感觉吼。所以咧啊，招龙你知影？迄个驶什么车？3轮车、牛车、3轮车、比亚卡。哦，里亚卡哦，有这个无？里亚卡是啥货？哇！里亚卡哦，里亚卡是啥货？里亚卡就是嘛是甲牛车有淡薄仔共的。讲做迄落啦 ，Rio 卡啦
其实像咱招龙，有诶有利亚卡，吼，啊有诶有Kawasaki B1的，啊有诶是再金蕉用铁马，吼，啊，阮阁有一种叫做铁牛仔车。啊，铁牛仔头，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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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锁匙足大支的哦，你要用捧的，安尼捧哦，捧，哐起来。哦，这就是招龙的 style。哦，所以阮时代拢会讲噗噗啊车啦，哦噗安尼啦吼。啊，所以咧，搁帅吼，好哦，这就是本人哦，这我较少年的时阵，啊，招龙其实有一个工课的这个特色哦，就是咱讲招龙透早蒙练，暗时啊蒙练。那有遮好的代志。你敢知影？透早蒙啥物练？蒙豆奶啊，豆奶，透早恁的啉牛奶啊，透早蒙这个金蕉练。金蕉嘛有啉会使啉，对，也地练。哦，你甲挂开了，对伊内底有奶会滴出来。对。金蕉奶，嘿，金蕉练。啊，暗时啊蒙啥物练？你知影？因为拢足好个嘛，开美玲的，所以拢蒙美玲。哦，你去看电影对无？你即个灯了袂歹。我较早啦，基山酒家地点啊，足浅的，所以拢会暗时去站酒家用站的，唔是用开门的啦。开门的收安尼收文价啦，吼，咱讲站酒家，哦，所以较早招龙讲透早蒙练，暗时啊蒙练，足好的工课。关于即马等于做招龙，就是这个原因是毋是？我这无好讲啦，吼。无好讲。我甲恁某讲，系啊。伊应该有咧看电视，所以咱就继续来介绍吼。啊，咱讲着金蕉奶咧吼，这着爱啊，你敢知影金蕉吼？金蕉花嘛会当食，吼啊，金蕉皮嘛会当食，你知无？涩涩嘛，金蕉皮人讲迄食落会到呢。哎，金蕉皮其实咱若加牛奶吼，有这个蚵仔的气味。蚵仔的气味。袂涩涩。我传互你来，现场来。因为这吼唔好放，这爱现假的。哦，这是拄只现假出来。是，因为伊会乌，所以爱现假。蚵仔色嘛，淡薄巧克力的感觉。系啊，哦，对。金蕉皮牛奶。是。就皮。无金蕉敢若皮。打皮尔。哎。金蕉互迄工课人员食呀。有金蕉的香味。毋过无迄种无甜啊，哥的无口感，但是有香开呢。有这脆的感觉呢，迄金蕉皮哦。有生蚵仔吗？蚵仔有啥啉着蚵仔？我无啉着蚵仔呢。我无，我嘛无。我刚看迄色水有成啦。嘿，咱若讲食金蕉皮吼，伫室内。室内爱食金蕉皮。为虾米？较早人拢安尼讲，因为伊足苦涩的。足苦足涩的，啊！你室内嘛足苦涩的，啊！但是伊金蕉皮比室内搁较苦，搁较涩。安尼会感觉较好。嘿，你讲哦，我这涩咧，室内好，我这个是安尼讲，啊，袂记你啊。啊，其实咱有淋一寡蜜啊，所以袂。嘿，啊，咱若用青较会苦涩，咱用黄的有顿点的就袂苦涩。金蕉皮牛奶吼，有迄个金蕉的香，但是无迄个金蕉的甜开，对无？啊，迄个香开足清的，足清香啊，足油雅。这会活化咱的迄个脑部啦，因为伊内底有迄个酵素会促进血清素的分泌。好卡会，都有我2罐，都有帮助。当帮助，所以咱金蕉是规丛拢有当利用，是，所以咱讲金蕉专利用，吼，就是咱会当使用，这嘛是咱招龙的文化。好啉。啊，阮着学一个就是相思牛奶吼，安尼会当试看卖。啊，搁帅，咱若金蕉类嘛会当泡茶吼，啊嘛会当吼来染布，所以咱金蕉其实招龙穿的金蕉衫，就是滴足侪奶。滴着衫裤洗袂起来，金蕉奶来染布，所以嘛有这体验吼，你得当穿啊。较早因为金蕉奶规梳的拢是好嘢啦，吼，你安尼小姐哦，站酒家的时阵，看毋是看迄穿些西装的，嘿，啊你穿迄安尼，吼高甲吼拢冷的吼，迄种吼，啊搁穿正皮鞋啊，吼，安尼较是好嘢。但是咱即摆染的就无共款啦，吼，都有设计。啊，金蕉染出来就有咱的招龙 style， 所以咱的金蕉奶，就金蕉的专利用，佫会当来做
这个你知影金蕉吼，会当来做咱蕉农学游泳的物件。哦，这是竹牌啊，还是啥？这支有看过无？金蕉的迄支叫做啥物？金蕉壳，壳，嘿，因为伊毋是金蕉树嘛，伊毋是树，伊是草。对，伊是草，伊是华语是金哟，叫做假茎，哦，假，哦真个伫土内底，嗯，嘿，像一粒球，吼，啊，所以咱是用这个金蕉壳，吼，就样做这个利用，吼，你看来收水。哦，为什么还是会铺会开就对啊？嘿，对，所以我的丢人拢是学游泳拢去泡的吼，去水圳，吼，去溪波，吼，泡的安尼就刺激的，吼。所以会当来到基山吼，会当无共款的体验，其实拢甲金蕉会当有关系。青金蕉的料理，吼，金蕉排骨汤，吼，金蕉啊汤，吼，金蕉啊咖喱，吼，嘿，啊个金蕉啊焗烤，啊，拢是用青金蕉来做。啊，咱就找时大来教大家来做金蕉的料理，吼，做伙来食，啊用金蕉包食的。吼，会当来使用，咱就免用塑胶的物件，就会当做无共款的体验吼，啊，大家来看板啊，看摆啊吼，啊，最后呢，其实咱是一个乐团，所以阮嘛会办一寡音乐节，吼，会当招大家来基山佚佗。多谢，来基山佚佗。刷落来咧，敢是无食饱哈？真诶，大家就果汁尔。系啊，哪有可能传一个果汁尔？阮加分茶，听讲两位老师拢有传好料的哦。咱来阮的加分茶，行，行，三个大客，哎，哇！来食看卖。食看卖，食看来，卖。食看卖，这金蕉。这用拍的，日头拍的，哦，这规条金蕉安尼哦。嘿，落去拍。这是一条金蕉，嘿，碎条，规条金蕉变安尼，精华。好食。迄个口感嘛，就像在山内底迄个乌鱼子的感觉。哎，这是阿嬷话。阿妈话，哇，这是咱大客的金枣，啊，这是咱大客的温泉头毛豆。哦，这就是阿嬷甲你笑笑的感觉。差嘛，别烤，别烤。无。好，咱来阮的加分茶，行，行。三个大客，哎，哇，够香的。哇，这是毋是什么中药汤啊？中药烧呢哦，笑笑。小小这天气足适合的。都有精油的旁这边哪有这香啊？香，这是啥物？内底是咱山顶会当看到的一寡植物。哦，啊，外口呢，这是阿嬷阿话。妈话，嗯，因为哦，你讲这都是阿嬷话。哇，这足烧呢。这是咱大客的金枣，哦，金枣，啊啊，这是咱大客的温泉头毛豆。哦，金枣甲头毛啊，豆。这边安怎用？我试看卖。它是细细的安尼，哦，这都是阿嬷甲你笑笑的感觉。阿妈笑笑。差嘛，别烤，别烤。无，你甲试看嘛，你甲试看嘛，你甲试看嘛。来，试看卖。哇，浩子哥，你阿嬷白那种没有抵抗力呢。卖个讲，舒服，这有舒服。你别个介芳讲。你看卖。真的呢，嗯，恁大家试看，大家试看。来。哦，哦，因为伊家己用好烧啊，所以迄味真香。哦。这是会使摕咧像喺头顶嘛会使，较巧就对头啊。顶甲分丝拢会使，分丝啦，啊，这会使用几摆哈？用五六摆拢会使。无老板。啊是摕落电锅吹啊？电锅吹，敢若吹包啊共款，啊吹偌久？差不多10分钟。啊，我加温好烧。这吼我伫泰国有看过，迄个按摩的小店嘛，拢会安尼会使加价超有球，超有俩零的店。对啊，但是我唔知台湾有呢。这家己做的吼，用阿嬷的话，阿啊甲爸爸的安会尼。对哦。啊，内底拢是咱譬如讲咱有敢若有内蒙内蒙的味对无？哦。迄是
香茅，香茅嘿，啊，还有咱常常看到的迄路边迄叫做樟仔树，哦，姜啊，姜啊，香姜啊。啊，这哦，我安尼有落啊，迄规个酒拢醒起来呢，气感，规个拢醒起来哦。哎，这袂歹，这袂歹。嘿，这有阿嬷的爱伫内底。是哇，刷落来这边，阮的金蕉大王来。就够物件食，对，要来甲大家分享，咱用金蕉，这是用金蕉纤维做的一个 suit。哦，这有够水你的，讲这个是哦，哇！你看这个卡板有够水的。哎呀，这用金蕉纤维，啊内底就用金蕉花茶、金蕉干，还有金蕉脆片，今仔用现场，哇，这就赞呢，会当送礼，啊嘛会当有金蕉。而且就环保的，对，金蕉会当做纤维做这个物件，所以咱嘛用金蕉的金蕉干，金蕉壳做盘啊。这盘嘛是啊，就环保呢。你甲大家展示一下。来，你甲你这个啦，这个是盘啊啦，盘啊。你看，我想讲爱食物件，爱食。人讲盘啊啦，哇，这环保的来食看卖。食看卖，食看卖。来，食看卖，这是金蕉干。这用拍的，日头拍的，这规条金蕉安尼哦，下落拍啊无糖，金蕉的甜味这，几条？系几条？这是一条金蕉。嘿，这应该就甜的哦，对应该就甜的哦。金蕉甜度差不多超过20度，哦，所以唔免烂糖啊。一条啊拍干呢变遮细条呢偌久啊？差不多1礼拜至10天。砍手我最爱食这，味质，呀，好够香的。因为一 Q 哈，嘿一口感，伊甲规条金蕉缩啊一点啊，安尼，金蕉变安尼，精华这。古早味的。这套啊法度安尼。你食看卖，你食紧食。嘿，对。还有这已经是芳开，对。啊，若是食这个金蕉，这古早的，啊，咱嘛有这个现代的吼，这是金蕉脆片，这嘛是用这个金蕉无糖的，这是烘的还是煮的？这用真空油炸。真空油炸，低温。我拄则吼食这个吼，这个口感嘛，甲这个甜度啊，啊，甲迄个有妈咪，就像在山内底迄个乌鱼子的感觉。哦，我就搞讲这个诶， Q 度安尼哦，黏啊。够赞的。啊，个哦，焦糖的香开，对。卡拉梅鲁，这嘛叫这嘛够赞的。看电影啥物的，真的真的。最大嘛够有。对的，来，有滴，来这是金蕉花茶。金蕉花茶。你等下来这嘛，金蕉花金茶，蕉花茶，我这劈起来就较无金蕉味。你看，今食3项物件嘛，规条的金蕉、金蕉片，啊，佮有这花茶，我感觉气味拢无啥共。这花茶是啥物气味？就是这个，我那片就感觉了柠檬。香茅的气味，你莫乌白讲。手机啊嘛是爱可以出来。啊对，来啦，好投票啊！我的投票时间到啊啦。今仔日有这个大客，带这个阿公阿嬷做伙来画图的，然后咱这个岐山的金蕉咯。难嘞。好，今仔日嘿，这甲阿公阿嬷画图，啊，佮有岐山的金蕉龙来，向的赢的1、2、3，开票，没错哦，啊，无够干净的，哦，没错，你做水啊，你投互伊，因为你互阿嬷感动。我投阿嬷啦，我是投阿嬷，因为阿嬷吼，因为足侪时间呢，无代志做吼，这足恐怖，伊是做一件善事，真的吼。你过来啊！无，无话你讲，你搞像。我嘛投伊啊，我嘛有阿嬷的关系啊，因为我感觉当你厝的吼，你愿意甲是大人开啊侪时间吼，不只是家己厝的是大人，啊，佮有规个庄头内底的是大人讲话，啊，甲因互伊想讲，我卡转去第一件代志在我落去上课，你就知影这个少年家伊踮迄个大溪用偌济心踮遐陪伴这个是大人安尼啦。我嘛是投互阿嬷，因为我嘛感觉讲，哦，阿嬷画图，伊
家己看到，今年会当认出来，今年会当变成啥，变成啥物，迄讲一定有足大的感动的，所以我感觉真正足厉害的老师。啊，我投予伊呢老王，因为呢，我看到伊真正对基山吼有足大的热情。啊，你足爱你的故乡呢。啊，这嘛足环保，这嘛足环保哦。我唔那顾食尔哦，这真有环保哦，应该会使量产哦。一定爱哦，嘿，环保啊，爱地球呢。耗子哥过来，你快过来啊！这样咧，感谢你啦，感谢你啦！我是真正心内感觉足感动的啦，当然有恁哦，咱的风景才会叫大家看。是，啊，你来继续甲阮看咧，好不好？拜托，谢谢，多谢，感谢你，谢谢。啊，观众朋友，恁若是有感动的故事，欢迎报名海海导览先生讲，互大家听。节目看无够，去台去台的 YT 频道，拢会当看到咱后一日相会，拜拜，拜拜，谢谢。这好好吃哦！看咩歌手哦？这个，来倒碟哦，我打背景。哦，厉害哦！你做要宝贝。